性骚扰的议题是一直咧炭烧，即摆就参台湾大学女生的宿舍，嘛传出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女社监，也就是宿舍的管理员来骚扰着女学生。这女学生来指控，讲这个是女性的管理员哦，为去年开始要求伊就要报备行程，甚至拿着万能的锁匙闯入伊的房间，伫个女学生不知情的状况下偷袭伊咧困。种种真离经、真罕古的行为，互伊实在挡袂牢，去请求着学校来协助。但是学校是冷处理，阁叫伊去困校安中心的碰椅。性平会最后嘛认定讲性骚扰无成立，实在互伊真无法度接受。大家早，社监这里要什么有什么，尽管开口了。真侪学生上期待宿舍生活，不过想袂到呆呆到一个查某学生，大尾来宿舍煞过甲真痛苦。就是为我不还要睡觉，然后为我偷亲我，就是我要拥抱他，他才不会生气。查某学生摕证据出来，讲家己拍伫咧桌顶困，竟然去女宿舍管理员偷袭。因为查某学生为去年6月就开始互食豆腐，台大宿舍女管理员一直用真侪种名机，想要挖进查某同好。偷去先去要求伊报备行程，甚至阁摕万能锁匙，走去查某同好的房间内底，偷袭伊伫咧困的行为，尾后阁软土深骨，约查某同好去伊的休困室开讲，阁家卡来手来，真无共尊重。是几乎每天啊，以要关心学生的名义，然后来接近我。只要有人来敲我们房间门，我跟我室友就是都不敢去开门的那一种。这是吃饭，这是什么？然后就叫我去睡上安中心的沙发。那呢，女宿舍管理员甚至阁摕女学生的药啊，互心内阁惊吓。买地团电子批来讲，咱一个就好。女学生找心理师咨询，对方说伊直接找女宿舍管理员沟通。可能要问更多是有关他那时候的心理想法，觉得学校性平可能在这一方面这件事情处理得没有很好。对这件代志，台大法新民回应，伫咧第一时间已经有咧调，当时嘛通报性平会处理，不过落尾是案件无成立，学生对学校是真失望，嘛已经造成第2摆伤害。即马查某学生已经提告，讲希望透过司法来替家己争取公道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